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7日公司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一开始来看，今仔透早有一个卖西地档，有真侪人是拢互地档性格扯起来，有的是互国家警报惊扯哦。发生伫透早5:28的地档，规模6.0，正涌是伫台湾东部的外海，深度有22公里。各地上大的深度依然是6级，花莲、双北市、新竹、康园、各台中拢是4级，南投、苗栗、彰化、各云林拢是3级。画面上会当看到，居然一间超商内底物件，因为地动落到龟头骹，各部的罐头破起。根据中央气象局发出地动国家级警报，透早5:28，伫台湾东部海峡发生规模6.0的地动。正涌伫基南县政府活动南边36.5公里，深度22.5公里。各地上大的震度依然6级，花莲、双北市、新竹、桃园、甲台中拢是4级，另外南投、苗栗、彰化、甲云林拢是3级。蛮咬的，大概摇的时间有多长？哦，我的感觉大概有30秒。30秒这么长的时间，然后它摇的状况很剧烈吗？是左右摇晃。摄影机先海来海去，随后有警报声。一台伫新北市新店的摄影机，自本是要翕你起码风太丰富，意外翕到即摆地动的情形。中央气象局说明，主要是南基南构造引起这件地动，过去才都定发生规模超过6以上地动。气象局表示，这个区域前几年开始发生地动，今年才头有地动，甲过去发生过规模8.0地动比起来，这件地动可算无大，无排除1礼拜内有较大地动。这件地动造成台北市艋舺甲新北市南口拢有1300外户停电，另外伫宜兰总围有差不多770户停电。台中市南区的高苑路甲南滨路口路边铺起来差不多3平方公尺，代替宜兰到南澳按地动5级强度停放，受影响范围有10个车站，在是8点恢复通车。按高铁已经6点准时发车营运，不离过受到巡检速度限制影响，早起8点之前列车可能会有慢分。按台北捷运无完成列车检查，第6点准时发车。另外，空警总队直升机已经对花莲机场出发，勘察花莲甲宜兰县的地动灾情。记者综合报道。气象局伫早起6:30嘛，针对透早地动来对外说明，来嘛做伙来了解。5:28这个地震它发生的是在这个南宜兰的外海和平海盆边近海。这个地震的深度是22.5公里了哈，然后它的规模是6.0。那这个南宜兰构造一直都是我们在密切注意，认为地震潜势很高的一个地方。今天这个地震呢，就很明显的就符合到我们这个整体台湾能量释放的一个模式。许多地区它还是有一些地震潜势偏高的地区啦哈，我们都还是要注意的，有可能还会有第3次规模超过6的哈。5:28发生伫宜兰外海规模大的大地动，咱人感受是摇甲真久哦，差不多要76秒。伫早起7:02，宜兰的苏澳又搁发生规模4.6的地动，深度是66公里，正涌是伫宜兰的苏澳镇，上大的深度宜兰县苏澳是新北市，搁有新店是3级，桃园、花莲2级。好佳在目前并无什么灾情传出来，继续来关心气象哦。咱这几天哦，风台强度、风台利奇马上新的发展，气象局今仔早起8:30发布陆上风台警报，风台嘛为中度转成强烈风台，目前是位伫台北东南东方的海面上，继续往西北方方向来移动，暴风圈是渐渐接近台湾东半部的海面。风台利奇马未来是袂细，风台的结果嘛真实在。气象局无排除利奇马的暴风圈会继续增强，而且扩大。今仔各地天气，北部跟东北部受到利奇马的影响哦，中度甲一直到明仔载可能会落大水雨，愈暗雨势会落愈大。车早利奇马继续往北边移动，对台湾的影响就会愈来愈小。也毋过到时阵中南部地区嘛要特别注意会落大水雨。继续过来看，强度的风台今仔是继续往西北方来移动，接近台湾东方的海面。
台湾的北边跟宜兰地区，愈暗风雨会愈明显哦。风台中心预计礼拜五会通过台湾东北方的海面上，地理是上接近台湾的陆地，北台湾恐惊会伫暴风圈内面。气象局伫早起8点半嘛发布路上的风台警报，地动跟风台做回来，那么继续来了解气象局针对风台发展上新的讲法。经过了一个晚上，第9号台风利奇马的强度已经增强到了强烈台风，暴风圈也扩大到了250公里。气象局在今天早上8点半发布了台风的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逐渐的朝台湾的东北方海面接近当中。那我们预估它未来的路径就是以通过台湾的东北方海面到北部海面之后再北上，这样的几率是最高的。如果以目前的路径预估来看的话，最为接近台湾的时候是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的一整天。随着台风外围环流一阵一阵的雨势开始接近当中，预计今天白天在台湾的北部、东北部地区白天就是从上午到下午，就是断断续续会有一阵一阵的雨势，而且越晚雨势会越来越明显。好，所以气象局也先发布了豪雨特报，特别提醒今天在整个北部地区、中部还有花莲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那其中在新北地区、宜兰地区还有桃竹的山区会有局部性的大雨或者是豪雨哈。那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大家也从降雨的趋势可以看到，北台湾的风雨是越来越明显。好，那其他的地方包含中南部，尤其是山区的雨势也要开始加大。那明天是台风最接近的时候，北台湾的风雨是最明显的哈。那至于中南部降雨也会持续的增加。那请大家特别注意接下来台风的后续的相关的动态，及早做好防台的准备。观众朋友，咱继续来看今仔报纸重要的新闻。苹果日报是指出，抓风车台中演出确定被取消。前台北市政府法规会的主委律师叶庆元当时指控，这风车这10多年来替政府3亿6800多万，这行政李永丰今仔表示伊要提告。继续来看自由时报，新北市三重埔一名15岁少年人，和阿姨滑规伫水增加满满的一桶内面，后来是渡水死亡。检警是发现讲，这少年手骹亲像有互绑起来的现象哦。阿姨承认，因为咧管教囡仔哦，假是囡仔甲伊绑起来，欢迎再见甲阿姨收押。再来看《联合报》，行政院决定要废除印花税法，上计明年会取消印花税，也毋过引起大多的反弹，希望行政院唔通安尼就决定。再来看中国要限制来台湾自由行，唔那安尼，又搁传出中国国家电影局宣布要暂停中国影片跟人员参加今年第56届金马影展哦。金马执委会是表示，若属消息是正确，是真危险。行政院嘛认为，政治无应该打压艺术，不准参加金马奖哦，是中国方面的损失。很希望有一天，我们的国家可以被当成一个真正独立的个体来看待。第55届金马最佳纪录片导演鲍如得奖的感言，这话意外挑起中间政治敏感的神经。伫迄暗担任颁奖嘉宾的中国演员胡文嘛不甘示弱，一场台致辞就讲出中国台湾的字，互金马奖卷入去统独风暴。特别荣幸，再次来到中国台湾金马做颁奖嘉宾。第55届金马影展受到两岸政治统独风暴的影响，即马地方传出抵制动作。根据微博顶观上新的消息指出，中国国家电影局将要暂停中国影片和人员参加今年第56届金马影展。不能来台湾参加这一个华人地区电影界的盛事，那当然损失的不会是台湾。文化部对此深感遗憾，也呼吁中国的官方不要再以政治因素干预艺文工作者的文化交流。对中国抵制金马奖，行政院和文化部共写谴责中国政府不应该将政治污手伸入电影界。金马执委嘛表达，若是有影当然真危险，但是强调目前金马奖已经进入评审阶段，各项金马活动嘛照常举办。台湾的导演认为，金马奖受中国抵制伫预料当中并无意外。捌提到金马奖的导演郑文同是回应讲，金马奖有真大的包容性。那我想金马奖是一个。其实包容性很大的影展，那我觉得这个是台湾电影人也好，都很希望可以在金马奖可以崭露头角嘛。好，
这就一个导演都是这样希望的。针对中国禁止影视人员参加金马影展，中国国台办副主任梁明标再起明确回应，这是因为两岸的情势才会暂停参加金马奖，但是强调两岸电影文化交流并无中断，只是暂停。陆委会是批评中国以政治干预文化交流，造成国际和两岸各界负面的观感，呼吁中国停止以政治因素干扰两岸影视文化交流。记者综合报道。8月7日，台北市长郭文地成立台湾民众党，也毋过周刊是报道指出，郭台铭甲郭文地一定伫8月7日见过面，嘛将对民调做过讨论。郭台铭讲，若输民调赢韩国瑜5趴，伊才会考虑选总统。郭文地是回应讲，媒体报道3分真7分假。另外，政治反边院长王金平，伊嘛讲已经甲郭文地见过面。台北市长郭文地创立台湾民众党，备战2020大选。有周刊报道指出，郭台铭甲郭文地已经伫8月1号见面。郭文地也提出民调数字证明两人合作有胜算。郭台铭表示，爱领先韩国瑜5趴以上，才会做最后决定。典型的3分真7分假，只是他只会把那个空白的部分都补了这样。我想有道理啊。有没有见面嘛？不要告诉你。郭台铭他如果民调赢韩国瑜5趴的话，就有机会转选上。你要去问郭台铭啊。双方确定有见过面吗？这个部分，我在问老板的时候，他并没有直接的回答我。还有说什么立委怎么样啊？他说真是胡说八道，不可能有这件事情。另外，前立法院长王金平6号也正式见过郭文地，双方讲得真欢喜。柯跟郭台铭见面，稍微有听一下子。想要对吴主席喊话吗？谈甚欢。有啊，当然有啊。我每次跟他见面，大家都聊得很愉快啊，而且都专心的在谈话。创党郭文地不止为总统大选拍算，针对2020立委选举表态上提满34席，无分区立委名单，配合立委是拍算要找会赢，或者是有能力影响选举结果的人。上一次那个时代力量在提名，不分区提名的战略错误嘛，他提名六名嘛。黄国昌在不干，他们等然就解散的。你是觉得他们大将都跑光了？不是啊，他要满3个才可以组党团嘛。我们要不分区就要很清楚，这些人就是要执行柯文哲的意志力，在立法院。报告2020立委选举，郭文地展现雄心壮志，并调人气支持度冲悬，政党得票率外界有期，民众党未来在国会应成为内地之外第3大势力。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长韩国瑜一直无法度联络到郭台铭，嘛讲伊要求吴敦义主席爱出面来整合。吴敦义讲伊家己一定会认真拍拼，毋过伊嘛批评郭文地利用台湾民众党的党名，伊讲做人应该要有基本的道德人格。高雄市长韩国瑜总统初选胜出后，迟迟无法度联络郭台铭，国民党整合陷入危机。原本两人有希望伫8月8号高雄莫拉克风台感恩暗会拄着，却拄着风台。郭台铭取消出席纪念活动，两人也失去了见面的机会。那因为台风郭韩会取消了怎么办？我们现在目前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计划。什么时候跟郭台铭见面啊？现在没有。两人会面一直出问题，韩国瑜之前就化会爱党主席吴敦义出面整合。吴敦义表示，家己为了国民党重返执政，赴汤蹈火无怨言。不过外团研究吴敦义拢无法度甲郭台铭通着话，甚至吴敦义也阁向郭台铭的表姊夫张忠谋来请帖，希望协助联系郭台铭。有时候接不一定能接得上啊。那国民党整合还有希望吗？你怎么看？当然，随时都有希望嘛。尽最大的努力啊！会有可能吗？我也不可能讲不可能，我也不可能讲。身为党主席，对国民党整合吴敦义也阁有一丝丝的希望。不过台北市长郭文地最近陆续甲郭台铭、王金平见面，三边拢咧洗白话，吴敦义未调当场批评。他一直在拉拢，我们也在拉拢啊。他剽窃人家的台湾民众党，这个也不好，不好。要选总统的人基本的道德跟人格应该要尊重人家嘛。国民党整合充满着危机，关注甲党中央沟通大门的郭台铭，加上王金平本土势力，国民党是不是分裂？过往态度绝对是关键变数。记者综合报道。2020年的选战，民进党敢有可能带英文配偌千票？有风声讲，民进党的主席
倒英台哦，伫拜一有甲请行政院长赖清德来见面，要互赖清德立委不分区立委的名单，也毋过赖清德是拒绝。倒英台是讲有见面，也毋过无讲到不分区，嘛无讲到副手的人选，只是希望赖清德伫立委的选举会使来斗3工。独派大佬高宽敏是表示，伊支持蔡赖配，也毋过希望互赖清德是有代志通做，毋那只是避讳。面册抛出看棒球比赛相片，前行政院长赖清德伫民进党总统初选结束后，定前一段时间总算有新动向。传出5号已经甲民进党主席杜荣泰会面，甚至拒绝第2部分区立委名单。不过杜荣泰澄清见面并无讲到部分区甲蔡赖配，完全不是。我必须去传达任何意见，我当然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去跟赖院长提到任何有关于不分区的问题，这个是非常失礼而且不当的。在党的立场，我倒是真的有拜托他，未来在立委选举的这个选情上面，跟整个选战上面要极力的帮忙。杜荣泰强调，参选若配合是总统爱去讲的代志，伊袂当越权。只是即马蔡赖配声音不断，进前支持赖清德台湾队现基金会董事长高宽敏，即马表示全力支持蔡总统，希望蔡赖配。不过也向蔡文化会，赖清德袂当只是避讳，爱互有点仔代志做。蔡赖配，你有一个代志好，赖清德感觉就讲，伊做这个副总统有迄个意义。1+1 is more than 2。民进党，不管是党内的整合，或者是蔡英文总统跟赖清德院长两个人之间的默契，我想应该是更胜、更好，而且是超越对手。台南市长黄伟凯表示，蔡赖会要咧安排中，也传出蔡赖两人已经有对象通会，都看后续如何合作。蔡总统接见外宾，也要拼指控认真，选战布局谈起来。台南市已经先筹备成立竞选总部，当中央8号也将派18名党工进驻台北竞选办公室。杜荣泰表示，要用行动展现之间合作无问题，就此澄清进前双方有性格的讲法。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地球是真无稳定，来看日本东部的青金山，伫昨暗10:08发生小规模的火山喷发，当地嘛进行热山管制。山顶发出火光的所在，就是青金山，因为伫群麦县甲长野县的交界，火山喷发了，当局甲火山周边警告，为上加注意提悬到3级，会进行热山管制，呼吁4公里4公里以内的民众要特别注意。日本的气象厅嘛表示这届火山喷发大约20分钟，火山khu的悬超过1800公尺。今仔透早附近县市民众嘛要特别注意，空气内面恐惊会有火山灰。继续来看香港一名大学生伫初六，伊买电工笔，学生讲是要看天顶的星，也毋过嘛是互警察抓起来，互香港民众是非常的不满。大专天文界伫昨暗就伫香港街头发起观测活动，教民众安怎来使用电工笔，有上千人到现场声援。香港尖沙咀太空馆外边，初时暗时变做光影蓝龙饼，先手提观测手电，现场就千人被认者要来观测。这方面伊是要表达反送中诉求，毋过主要是要声援向警方逮捕的大学生。有现场民众大概说，镭射笔是咧示威过程中用来区分警察甲黑社会，要来保護家己的。呢個可能係保護翻我哋自己啦，又或者係純粹我哋可能係玩嘅咋，呢個根本就唔會傷到人㗎。但係佢哋話呢樣嘢係武器咯，我覺得好無恥啊！佢哋真係。佢哋出嚟做咩？計到晒咁多人。係啦，如果佢能夠係劃一做到同一樣，用同一個 standard 去面對事情嘅，咁我諗香港人唔會有咁嬲。活動是香港天文學界喺網絡發起的，驚講要教大家關心，會用這款的方式敲說警方亂抓人。像香港浸大學生會會長彭仲賢，喺初六食飯了後，買真濟雷射手電，索取5個無成社會警察盤查，所以伊講這是要觀測所使用的，也是向依照有藏攻擊武器的理由逮捕。針對這事件，香港警方初時暗時召開記者會說明。點會覺得佢係傷害他人呢？近呢幾個月入邊呢，我哋好多呢個活動入邊呢，我哋好多同事係俾呢啲嘅物品呢係整傷咗嘅。
甚至我哋有一啲嘅錄影機咧，有啲我哋嗰啲攝錄機咧，就因為俾佢直接照射咗之後咧，佢亦都咧佢嗰個功能咧係壞咗嘅，感光嗰度壞咗嘅。警方現場示範攻擊方式，講學生手提物件唔是鐳射筆，是高能量嘅鐳射槍。不過有媒體質疑，警方未信審判，敢若違規提不正釋法，成為影響案件調查嘅審理。冇不少人喺網絡問講，罐頭機能讓人提來攻擊，乃歪理。有人質疑警方挑故意亂區分鐳射槍甲鐳射筆。記者綜合報道。日本政府今仔正式公告，要甲南韓為貿易優惠的80名單中台獨，為這個月28開始擴大對南韓出口商品的控管。南韓要求日本要撤回這項決策，因個日本首相安倍要求南韓必須要遵守兩國之間的日韓請求權協定，才會當來展開領袖的對談。日本國立印刷館將多出來政府命令打出來宣布，將南韓踢出貿易優惠的80名單，並且為28號正式開始擴大對南韓出口貨品的控管。對南韓指控這是日本針對徵用工破國問題經濟報復手段，要求撤回這項政策。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要求南韓先遵守兩國原本的協議，進行協商。最大の問題は国家間の約束を守るかどうかという信頼の問題です。日韓請求協定に違反する行為を韓国が一方的に行い、国交正常化の基盤となった国際条約を破っています。也就是未來3年，除了出口到南韓的半導體原材料以外，也佫有共要用機械、碳素纖維等以使用用於軍事用途廢物，攏是要個別得到許可才能出口。假使日本企業出口到其他國家食品木材這商品，遭到政府一期可能被用於製造武器，也需要個別得到許可才能出口。南韓為7月起到一直具備機會，6號當日到連首爾西大門區公所，也將辦公室內一些文具、拼條故鄉、大家樂也佫具備機會。按過安尼歡迎後備招南韓觀光區的店頭成為歡迎櫃頭。 저희는 그런 거 한 적도 없었고 그렇게 하면 안 되는데 우리는 안 웃었으면 좋겠네요. 여기 일본 사람 안 오면 우리 장사 못 해요. 韓聯社報道，南韓市政黨內部為處提議，將日本生意受災造成的輻射泄漏可能威脅南韓民眾旅遊安全做理由，要求限制民眾到日本旅遊。對此，南韓外交部發言人金仁策表示，為了保護國民人身安全，將發送簡訊要求國民唔通去北韓活動地點來旅遊，因為這場日前徵用工問題引發的貿易戰，可能因為雙方無變讓步愈加愈大。記者綜合報道。 在地上大條，咱來看中國限制旅客來台灣旅遊。交通部成立應變小組，行政院政務委員張景成將邀請各部會來討論，按算要開放越南、印尼免簽證，來補中國觀光客的欠額。中立書看畫邊交接西門町設計，也是去101大樓看夜景。最近真濟東南亞團體來台灣旅遊，觀光局表示，2017年東南亞旅客成長上濟是越南。 旅客人次拄19.6萬人，增加到38.3萬人。其次是菲律賓有29萬人，上主要是政府開放來台灣免簽，簡化簽證手續，人數才會成長較濟。開放免簽，它可以迅速、很快的把這個人數給拉上來。哦，你就算說它的消費力道或許沒有中國團客那麼強，但是你人數總要先拉上來，才有機會來讓他來台灣消費嘛。 中國限台命令動作真濟，預計中國旅客來台灣的人數會減真濟。外界煩惱講，這個禁令會是一個大問題，會嚴重衝擊到國內觀光市場。為着要救觀光，行政院政務委員張景成召集下部會議，討論敢要進一步放寬越南、印尼來台灣簽證的規定。啊，毋過去年年底，越南旅行團發生148個人大規模逃走的事件。外界煩惱講，開放免簽可能讓這種代誌閣發生。這個張政委的意思大概就是說，在國安的這個前提之下，會盡量來開放。這應該是內部管理的問題啦。啊，如果內部的接人管理已經可以把這一些可能的問題防堵掉的話，哈，我們就可以比較大膽去開放。啊，不只是陸客啦，哈，如果來自於像東協或其他國家，好，我們也希望能夠增加整個自由行的比例，好，讓台灣的這個國際觀光客的結構，好，可以呢，更優質化。為了要應付中國打壓台灣觀光市場，交通部嘛成立應變小組。
除了进前国度秋冬旅游补助计划，交通部后礼拜可能会提出第二波方案，包括每一个人会当加一届外岛的优待，外岛的范围除了金门、马祖、澎湖，阁会增加小琉球、绿岛，阁有兰屿。另外，嘛会请民航局协助国内航空公司，针对新南向国家发展包机直航的人客。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昨又阁增加一个本土天狗类病例，第17例是一位50多岁查甫人，住伫安南区，感染的原因阁需要调查哦。另外，台南中西区的开山里已经连续31天无阁新增加新的病例，会当来解除社区的监测。台南天狗类疫情7号上午是新增一名50多岁男性，住伫台南安南区。顶个月18号是手甲脚拢出现红疹。19号、20号曾经去看医生，但是无改善。21号，佫到病院来就医住院治疗，并且来通报，最后去用判定需要认厝的采花。8月6号去用确诊是天狗的病例。那判定的是要2采。那在8月5号的时候呢，2采。那这个 IgG 跟 IgM 呢有4倍的上升，所以我们判定呢是确诊的本土登革热病例。天狗类防治中心是表示，这个个案甲进前10来个案感染源才无关系，因此感染源就需要进一步的调查。另外，今年第26周6月26到29号，安南区有31例的阳性量气率伫60%以上，不过到了顶礼拜，阳性量气率是达到10例，有60%以上，这嘛代表宣传有达到初步的成效，后续相关的努力。雨后过后之后，会请里长来广播，请居家能够来居民来共同来寻道清刷的一个工作。另外，我们在土城的这个地方，以土城圣母庙共同来发动地方他的信徒的志工来做知青的工作。为了这个方案能够发动到其他的区域。另外，因为手机推播，防疫瞬时出错，全国知名的中西区开山里，伫连续31天无传出新增天狗的病例了后，连同东区大同里、东门里3日嘛正式解除社区的监测。不过，李起码风台代表台湾，有可能为台湾带来好大雨。台南市卫生局嘛呼吁民众检视敢有积水来饲网啊，防止天狗的疫情搁再扩散。记者王正云台南报道。来看宜兰头城一只渔船8月7日为乌石港出海，本来测试就应该爱回来，也毋过目前船顶的台湾船长佮5名印尼渔工佮无消无息。日本海上保安厅捌通报，讲伫钓鱼台北方的海面有看到船佮救生衫，毋过海巡署目前是佮找无。一张伫海上冰船的相片，是日本海上保安厅伫初6暗时传予台湾国家搜救中心，因为台湾渔船专1在1号出海失去联络，请求协寻。海巡署嘛随派家人力，初7早起到现场，敢若找到船只的碎片，却无找到任何的人，敢若发现一领有印中文字“英彩户”的救生衣。经过渔管系统比对，专1在1号进前船身的名就号做英彩户。船现在真的就是已经发现船骸了，那等于说就是确定这事情已经发生了，只是因为人都找不到，我们当然是希望赶快可以找到人，不管好与坏。那希望说，国家能够动用最高的这个搜救的这个比较有专业的搜救的单位来帮忙在搜寻。船员的家属是正着急，因为目前无任何一个船员的下落。专1在1号总共有6个船员，一个台湾籍的船长，还佫有5个印尼籍的渔工。原本定伫8月7日伫乌石港出海掠鱼仔，预计8月7日转来。船长伫7日暗时甲厝里的人报平安了后，就完全无消息。而且渔船作业的地点原本伫咧苏澳港外海19海里的所在，毋过发现碎片的地点却伫咧钓鱼台北边24海里的所在，两个所在离尾120海里遐远。他很有经验，他没有联络我，然后我们发现联络不到他，是当天有啦，礼拜5的早上有啦，他有说他下午要出港。海巡署继续伫进行搜救任务，毋过现场的天气无好，佮加上日起嘛风台要来，增加搜救的困难度，希望讲会当赶紧甲6个船员平安带回来。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今日风台日起码目前继续往台湾东北部的海面挖进，气象局伫早起8点半已经发布陆上警报，今仔下晡开始一直到初9规工风台影响会愈来愈明显，尤其是北部佮东北部可能会落大水雨。水气8天，中度风台日起码继续伫变强。
目前中心位置伫台北东南东边，差不多500多公里海面。以每点钟13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边刷震动。气象局表示，这两天这影响范围是北部甲东北部，降雨量可能有大水害等级。不过风台离开了后，颠倒是中南部要特别注意。8号下半天，9号一整天，对台湾地区呢会带来风雨会非常明显。10号之后，台风远离，但是也要注意中南部受到西南风或是西南气流影响情况之下呢，中南部区的雨量会持续的增加。利奇马来了真凶，气象局初7下晡5点半已经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暗时8点海巡署安巡队嘛将对限制区域有封锁线，呼吁民众风台来期间避免伫海岸边看海景，坑到外离开的人会当罚5万到25万块。台北市28个和平公园嘛进行铁力作业，启动所有河川区的车，该当出去袂当入来，甲水门关起措施。疏散门关闭前的2个小时，交通警察大队就会开始进行拖吊的动作。像大型车就是2000元，那小型车是1200。气象局表示，利奇马风台伫大家压带，未来路线为台湾东北部海面通过机会较大，而且强度各地继续变强，水气真湿，暴风半径有扩大机会。若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全台各地拢会出现强风甲大雨，提醒民众要提早做好准备。记者综合报道。要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10年前莫拉克800洪灾，全台湾造成681个人死亡，18个人失踪，农业损失超过200亿。伫高雄架生的小南川受创上严重，这10年来小南川的村民是安怎来行过伤痛？咱做伙来了解。你落来，我上哪拢白地啊，拢土石流，拢白地啊。抱着孙仔逃生，得救的村民无欢喜的感觉，因为莫拉克洪灾，互小南村9甲18人被土石流淹去，大地差不多5层楼深的土骹。这场灾害造成381人死亡，16人失踪。小南村亲像灭村同款，村民想要告讲，本来美丽故乡就此毁掉。他们过得好吗？我们过得很好，但为什么心还是那么痛？当时一直想要做的一些事情，我会继续帮你们努力，因为我们相信有一天我们会再聚在一起。一开始小南村的人常常自我怀疑，为什么只剩我一个？后来发现有更加多代志爱做，有人就组成自救会，让村民拍国赔官司，追求政府疏失。我们从来不是打天灾灭村这件事情，而是打你的行政撤村有明显的疏失。拍了10年官司，却是搁一摆掠开小南人的心，因为一判外归村民提起的集体诉讼，以及3审拢败诉，一直加经1审才认定。当中15回带伫土石流尖细区的村民胜诉，其他败诉确定。我真的也不忍心再看到我的村民为了打国赔，然后把自己的心力纠结在这个地方。无奈接受结果，搁拄着难题。今年7月，村民接到法院追告，裁判诉讼费200多万，对小南居民来讲，阁是负担。好在在市府决定由高雄市长韩国瑜个人来付，这让小南人看到弱势居民拍官司的盲点。未来将支持厝界团体修法，将现行制度改为定押再判回制度。洪灾中引起一个小南人文化，为了找回金，自组大半舞团，找来老人指导古调唱法，恢复自古传唱的歌谣，也过过去部落形态，和文化保存也自我疗愈。心开了，感觉又好像找回以前的小林村的家人一样。充满生命力的音乐甲演出，大半舞团也受邀到日本、韩国演出，只是保存了文化，也有生活问题。你包阮的山顶讲猎物，拢会讲拔，山顶的拔，所以。因伫外乡小拿、一公小拿，也个小爱小拿3个所在大，也因为环境甲山顶无同，头路歹找。一公小拿社区试着推动在地旅行。我们跟游客收的费用的经费，我们把它回到我们的村民身上，所以就是开放一个平台，让我们村民能够参与这些游程，然后他们可以拿到他们就是在生活上的一些津贴。志刚带着游客熟悉小拿重要食物作物，也有过往的生活形态，让较侪人熟悉小拿，也帮助村民代销作物，希望增加收入。
把这样子的一个逝去的这个部分会转化成为动力，转化成为爱，转化成为关系，家人关系的更连结，珍惜的当下。想起70年，小南人心内是真感慨，也怪烦恼头路问题，较大的困境。不过因真乐观，继续用家己的方式，让家园更较完整。也希望有一天，甲过往的亲人搁相会，用真骄傲讲，无辜负因的愿望。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中华八卦山天空步道，连续3礼拜举行情人节点灯的活动，吸引真侪游客。也毋过因为伤侪人行搭，桥顶是海甲真厉害，有民众就真烦恼讲桥的安全感牵袂牢哦。中华县政府是讲天空步道是用钢做的，安全毋免烦恼。中华八卦山的天空步道，为7月底开始伫咧夜间点灯，伫咧第4到第5出口的跨桥，更加是比紫色的小灯装制成浪漫的鹊桥。不少民众来这停咧翕相拍卡，不过不少人发现可能是跨桥顶悬的游客伤济，结果摇了较大个，质疑跨桥的升档是不是不足，烦恼会有危险。哦，我有听我朋友讲说会摇啊，会说在那个前面那人太多。就会摇来摇去，很可怕。它不是每一段都有限制，说这一段可容纳多少人吗？啊，办活动他们都有人一起涌上来，就会啊，像我们在走的时候，稍微有一点，这个我们都知道。透早来运动的民众表示，平常时咧行的时阵，就小可会摇，不过因为市公所所办的夜间点灯的活动，上桥人数变真多，结果摇了变大个。中华县社管处解说，步道是专更高，原本就单线，可能是人多时阵单线的位移大，会看了确认无结构安全的问题。那这个跨桥因为比较高，那跨度大概有30公尺，那因为这个是钢构的有点柔性的构造会有一点轻微摇晃是正常的。那这一段我们算起来大概。照着那个载重300公斤来算，可以大概300多人。那我们为了让游客比较舒适，我们把这边限定为100人。中华县府表示，天空步道该跨桥段差不多有30公尺，两边拢设有人数限制告示牌，目前限制100人，还未到安全值上限的1/3。因为活动期间参观的游客变多，已经要求市公所在咧夜间要派人疏导，而且控管人数，解除民众的疑虑。记者中华综合报道。另外，谈孔雀园 BOT 案，南投县政府长是以无考虑到对原住民文化可能造成影响，佮环评和监察院纠正。南投县政府是表示，收到公文了会佮来拍算。小组自治议会是表示哦，这是万来的正义，是一个好的开始，也毋过毋是最后的结果。反对日月潭孔雀园 BOT 案，小组原住民集合抗议，主要是南投县政府伫小组传统领协商 BOT 案无经定顺同意，违反原基法，嘛违背环评法规。下晡监察院正式通过纠正南投县政府这个程序以及这个委员的选任欠缺原住民族的相关的背景的研究的学者或者是专家在里面所以我们认为说，就这一点来讲，我们就已经能够予以纠正了。全部委员大家都支持这样的一个看法。国民会伫2018年6月11日公告小组原住民族土地范围了后，南投县政府搁伫结论港通过日月潭孔雀园 BOT 案环评。监察委员指出，县政府将小组传统领袖和小组文化传承甲发展实施计划连做伙，回归措施嘛无符合原基法规的意思。监察院纠正南投县政府，对这点县政府强调是时间差的问题。环评法跟原基法确实2个不同的法令。都是要各自行使他各自的职权哦。纵然环评通过，原基法的部分也要执行，所以对我们环保局来特别说，2个法令是不相冲突啦。对监察院的纠正案，小组人表示是万来的正义，但是敢若当看做是一道日头光，还是要注意。要郑重的取得这个智商的同意，这样子，彰显这个我们传统礼仪的一些也是说落实。原基法27条那种精神啊。1
月潭孔雀园 BOT 案基地面积差不多1.6公顷，开发厂商有50档的经营权，投资金额未当超过10亿。但是因为这个所在和少数人看做是传统领域，引起争议。目前孔雀园 BOT 案环评和主管机关是环保署，相关单位敢未过来理解。监察委员要求必须要依法办理，并且评估对原民文化产生的冲击，避免制造争端。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咱来看最近牛油果哦，就是洛梨开始大出。嘉义是全国第2大的产区，当地农会是讲哦，因地方的牛油果是用超新栽培，一半以上的农友拢有摕到产销证明。拍开牛油果外口的保护纸袋啊，内底还有一层保护玻璃笼的网啊，占地2家的果园，每一粒拢是真用心。所以黄庆祥这为47位参加评鉴的家己园果农当中，成为今年的冠军。成熟点的斑点秀斑出来了，哦，像这颗洛梨，它差不多在将近1个礼拜来采收，它的熟度就够了，哦，那个消费者他吃起来的口感就会相当绵密，油脂也会比较高。牛油果伫直辖乡种的面积有80公顷，只摆伫台南市大利区后边，品种有10多种，产地每公斤60块，产季为7月开始，一直到过年的2月，有8个月。直辖乡农会表示，种牛油果的技术慢慢稳定，未来将以生物科技的方式来开发新的产品。外国已经开始有一个牌子Cheers，它已经做成眼霜，而且是供不应求。所以我觉得说，在我们洛梨的产量到一个程度之后，我们再来就是要结合生技去做一个产量的疏通。上个月我们有带我们的洛梨前进香港，那这个部分我们希望能够有得到很多贸易商他们的青睐。农业处也表示，直辖牛油果依照早生种、中生种甲晚生种有无同款的采收时间，不止因调节产量强劲，也因降低气候所带来影响。相信未来配合冷链识别引进，因为直辖牛油果带来更较好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8、9月份是金针开花的季节，不过受到天气影响哦，目前花阁还未大开。花莲县政府是表示讲，可能爱过8月底花才会开较济。来到花莲富里来做上山，花莲县府1个月金针花季已经开始，不过来到山区，柑仔市的金针花虽然开了真少，和外地来游客感觉有淡薄失望。看的感觉怎么样？很棒，只可惜花还没开。对，当然因为今年气候的关系。很漂亮，但是花还没很多啊。哦，因为刚开始。对啊。花莲县政府农业处表示，金针花要开花，甲雨量有真大关系。按过今年花莲富里69山的雨量真少，花开了较少。由于赤口山这是够有落雨，金针花阁开了袂歹。因为雨水不够，那它这个开花的时间会延后。现在目前赤科山，大概也有开到2成多了哈。那60担山是还少一点。不过今年花季已经开始，花开了较少，不过山顶风景也是真水，互你享农会会甲其他在地产业调定行销，配合旅游补助，吸引观光客来佚佗。今年我们要推我们的60担山的茶，这个茶也是我们台湾参加台湾的比赛第3名的这个茶。9月1号，我们政府也有一些的对旅游休闲的一些的补助哦，而且是加码的。花莲县府讲，因用金针花拢在8月中过后才会拢开，目前算是较慢开花，实际状况该观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金门，最近有一个返乡青年登去卖蚵嗲哦。头家讲哦，蚵嗲是伊自细汉食到大汉的故乡味，所以选择这味来创业，就是希望使介绍予愈较侪人食看卖。原本冷冷清清的新光村，最近新开一间店啊，开始闹热起来。头家陈宏轩是一位登金门创业的少年仔，甲厝对面原本荒废的老厝小可整理了后，开始卖蚵嗲。伊原本读餐饮科，捌伫台中的饭店食头路，嘛捌做过别工，但是因为薪水伤少，根本欠无钱。甲厝内底人讨论了后，决定转来金门做生意。对阿庆嫂学做师仔，开差不多3个月的时间学到撇步。即摆伊做的蚵嗲真受欢迎，很好吃，小孩也爱。讲到金门传统的点心蚵嗲，陈宏轩讲伊细汉的时阵无啥介意食，因为内底拢包菜。
一直到大汉来台湾了后，颠倒开始怀念这个好滋味。料真多，真材实料的啦。新鲜，绝对新鲜的啊！你看看现做，绝对新鲜的。这在对啦。食材都很新鲜啦，然后都是现炸现吃嘛。开店无偌久，生意袂歹，即摆连爸母甲小弟拢来斗三工卖蚵底，都是希望更加侪人会当食到金门传统的古早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市大理的美群国小，为了让小朋友会使爱看册哦，校长伫校园内底拍设一个亲像树仔厝的活土的空间哦，又真正阁有真侪囡仔爱来遮看册。菜地板正舒适，二楼阁一间树屋，囡仔拣一本册，再阁找一个介意的所在，就算是短短下课时间，也使快乐来看册。这是台中大理美群国小大家启用的活土角落，伊的所在就伫咧楼梯边仔的开放空间。现在学校周围这个角落，你会常常来吗？对啊，可以让我学习很多知识。为着要推广活土，互囡仔介意看册，校规范征收原本无咧使用的空间，用美国儿童文学的作品和冒险记来做主题。伫咧走廊一边色彩活土平台，另外一边是马车的装置艺术。从创校到现在为止呢，所以它的相关的布置以及摆设都已经比较老旧了所以我们趁这个时候把它打造、改造新建一座比较新式而且比较特别有创意的阅读角。希望呢，它可以成为学校一种阅读氛围的延伸。这个所在变作是囡仔上介意的秘密基地。校方表示，未来规划陆续增加活土角落，要困日摆开放予社区的民众来使用。家长会使带囡仔来这个所在做伙来看册。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联准会顶个月宣布降利息，纽西兰、印度、泰国嘛提出货币放松的办法，造成国际金额继续是创到6年来的新高。金仔店内底放各种的商品等人客来买，不过对结婚甲过节弄金仔需求印度消费者来讲，想要决定买落来是无这么简单，因为受到国际局势影响。印度市场金仔的计销这礼拜创新高，10公克黄金要差不多新台币1.7万。ट्रेड वॉर के साथ साथ में जियो पॉलिटिकल इशू यानी जो अमेरिका ने ईरान पे भी जो उनके ड्रोन को तोड़ा था दूसरा वो कारण बनूंगा। दूसरा हिंदुस्तान जो करेंसी है वो एक काफ़ी वीक जा रही है। आज करेंसी 70 रुपये 80 पैसे खुला है।印度卢比换美金的汇率拜一创6年来一天来新低，除了美中贸易战造成人民币换美金爆破7个原因，克什米尔开的现金场真细，嘛是重要因素。印度当局7月宣布会停止宪法第370条，取消克什米尔地区所谓自治权，搁一摆引起甲附近国家巴基斯坦的敏感问题。对印度强雄行为，甲派兵介入克什米尔，巴基斯坦军方甲总理伊姆兰拢伫过程中表示，会甲以穆斯林族群为主的克什米尔人徛伫同一边对抗到底。मुझे अब खौफ है कि इन्होंने कश्मीर में एथनिक क्लेंजिंग करनी है। इन्होंने वहाँ लोगों को कोशिश करना है कि लोग वहाँ से निकाले ताकि दूसरी मेजॉरिटी हो जाए और वो जो बाकी लोगों को गुलामी के लिए दब जाएं। ये सारी जब चीजें करेंगे और ये पाकिस्तान को ब्लेम करेंगे, इसके बहुत सीरियस कॉन्सिक्वेंसेस हैं। 巴基斯坦控制克什米尔首府穆扎法拉巴德，拜日有差不多500个抗议的民众。巴基斯坦国会嘛伫讨论安怎回应印度政府行为。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出现历史上上热的7月份，加拿大格陵兰岛冰拢化掉哦，流到纽芬兰岛哦，当地居民讲哦，这是上清气的冰山水，一罐要卖12块美金，将近台币400块。6年香港前冰山开第一枪，伊要拍的毋是啥物动物，是要将冰山拍做较细地，炸登去海港。这是加拿大东北界纽芬兰岛。除了近距离观赏冰山的风景，发展观光，利用冰山变做天然的冰山水，佫是当地独家的生理。They're going to die in a couple 3 weeks and naturally be gone back to nature anyway. So we're not here hurting the environment. 只因讲冰山就亲像秋天的落叶，当因为格陵兰来到纽芬兰海峡，因就爱甲时间比赛，
限量画册定位锁定目标，都要赶紧开船找到伊。用蜡笔的技术，将冰山变较细，再坐小船，用希望将冰浮起来船顶，放入去特别容器，再载登去海港。只用讲，伫5月到7月大月，用处伫80万公升的冰山水，以每公升1块加币，差不多新台币24块计价，卖给业者。业者将冰山水加工了后，伊就变做无污染的珍贵的水，一罐都要卖12块美金。We're probably a lot bigger today than we ever were with iceberg water, shipping overseas, Europe, Singapore, Dubai. We just picked up accounts from the Middle East with our glass bottles. 冰山水嘛，用摕来激酒，也当做化妆品原料，伫全球市场真抢市。先讲因为全球暖化，让芬兰冰山经济是越来越好，按过欣赏冰山的风景，也向冰山的产品，向向阿姐嘅气候变迁的精神。C'est une image concrète du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de voir des icebergs qui s'amènent jusqu'à des endroits où les eaux sont aussi chaudes. C'est vrai que ça fait se questionner. 记者综合报道。英国上新的研究指出，最近因为这几年因为一直掠鲨鱼，所以数量是减少真侪。学者嘛呼吁讲，要赶紧来设鲨鱼的保护区，嘛要限制掠的数量。鲨鱼收伫南大海，按过安尼情形，至近海可能拢看无。英国伦敦动物学会发表的研究指出，鲨鱼近年来不止数量减少真侪，而且拢走去离人类真远的海洋来大。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人大量掠鲨鱼。What we found was really astounding. The most pronounced driver of distribution of sharks are now human activity. 研究员伫印度洋甲太平洋中设立1041个摄影机，观察海洋中动物分布状态，发现109个物种的23200只动物，鲨鱼只占其中的12%，其中包括白边金鲨、灰大鲨、虎鲨等19种无同款物种的841只鲨鱼，因分布所在大部分伫海岸都市，至少1250公里以外海洋，这距离差不多是台湾到菲律宾，也就是讲鲨鱼因为惊被人掠。就走去真远所在骗人。Here you have, up to a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these hotspots are also protected in order to leave some for future generations. 学者认为，上好的方法就是保护目前鲨鱼栖息的区域，禁止任何掠鱼的行为。We now know is that they have really important ecological functions. They control populations of prey species which are lower down the food chain. And really, healthy oceans have got healthy shark population. 鲨鱼伫地球上存在4亿多年，比人较早。因不只是海洋中的霸主，也是海洋复杂事物链中的顶端垃圾者。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研究也显示，世界1/4鲨鱼正面临绝种的危机，假如无保护，将会破坏海洋生态平衡。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太空总署 NASA 最近公布，伫离太阳系31光年的所在，发现一个可能有下咱人会使住的超级地球。这粒星大约是地球的6倍大。这粒最难射星球可能适合人住的超级地球。NASA 去年发射另一颗外星星身体卫星 TESS， 伫今年2月发现这粒是 GJ357星系运转的星系，后名叫 GJ357D。TESS is the mission that is going to detect some of those planets that we first dream of going to in a realistic way. 科学家发现 GJ357有3粒星星，其中背后的星星往上远，伫适合人住的边缘。遐接受到星星能量甲火星接受到太阳能量差不多，每55.7公是星星公转一周，质量是地球的6.1倍。科学家上有兴趣是，这个星球的大气层是不是有够，会当将烧气锁掉的温暖星星？代表讲发到有液态水，若是这粒星星无大气层，也代表温度差不多零下53度，比水的冰点更较低。人类这么多年来无放弃探索太空，到目前为止已经离太阳系外可能4025粒星星。GJ357D 是45粒上挖近太阳系星星之一，挖差不多31公里。科学家继续探索这个星系，希望找到适合生命生存的证据。记者综合报道。
观众朋友要特别注意哦，目前利奇马风台已经增强为强烈风台哦。气象台早起的8点半嘛，已经发布陆上风台警报。台湾的北部、宜兰地区愈暗风雨会愈明显哦，嘛要特别注意落大水雨。做回来关心今仔的天气。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2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华北地区上低27度，上悬36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台语台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同一时间咱再会。咱借问咧吼，你什么时阵要开始学弹？开会一关，目睭一开，所有的查甫人不是拢同款。等下一学期我一毕业，我们就可以马上出国了。我欠阿高的钱，哪是半年内可以还清？你那里我被改个还包起来。你得好好讲事吼，还我伊，给恁两杯啊，以后水水洗洗吼，较自然啦。阿妈小我较清楚啦，走啦！啥物伊生的囝，你生的是你的孙，啊那阿是要孙啥？阿姊啊，以后我若是有啥物唔捌的所在，嘛你还阁多多甲我看教。啊，那这样接受是事实。你大无水，大错位，一家团圆，唔得要偌好。其实我唔是我的大兄，我是我的老朋友。有林小姐因爸爸要安排一份固定的头路给你，啥物爱？你看到伊为着你来无出团，啊你敢袂自责？啥？伊敢要自责啊？过着好将来。金门风彩叶有紫砂功能，另外还有啥物款的意义呢 ？A. 血惊擦啊 ；B. 祈求减少白血 ；C. 保庇战事顺利。你刚刚是 A。血惊擦啊哟，擦啊要头提名啊，是拢摕半暝啊。有雕像为时阵 A 案的时阵会叮当。半暝为时阵一半头过来，我惊到哦。我迄是鬼故事啦。拜一到拜四暗时8点，公视台语台，全家有智慧。北管路全省敢若剩咱汉阳集团，我们足少人用这种现代乐团。伫江中灯饰，伫路顶走跳。大北港18条团体，一个手势，一句气文。啊，讲有讲，啊，这家里无论如何一直在传落啊。一声歌调，一段青春。阮这代爱伫传统戏曲生活吼，较是讲真困难。戏出那人生，人生那戏出。公视台语台，台礼拜四暗时10点，请准时收看《歌剧人生》。你汉草袂歹哦，好，过关。恁再有一个新来，过5000好。李帅，我一世人，就讲要带你一个。你，啊，无你叫一下，你那边话迄个潘啦。哎，你真正要讲耶稣？你两拍一个，做生意。拄则还讲听到手柄啊，你好。手柄啊！是摆来点点拢无声。请你好大！我敢唔当你去啊？啊？
啊，为了我即马放假营啊，若是看下手，我马上走。飞机，来音乐啦！恁拄则感觉头壳震一下。每礼拜六暗时9点，旧历请准时收看。这是公视第几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三时会风，两时雨，坎坎坷坷世间路。感情的路手相牵，同心同命同脚步。缘分的路咱相等，人生的路斗帮助。时间是无过去，无地图，把握青春行家己的路。不惊天顶云外乌，不惊出我人生的艰苦。只要有你的鼓励，同甘同苦相照顾，一生最爱你一人，一心献予你一人。只要心情你了解，愿意好天也风台，人生三分天注定，7分只要用心来打拼。创造心动好名声，牵你的手，过着好将来。搁谁还没送呀？去边呀！拢是你，你调岗的吼，你调岗的。阿狗，要你是咧创啥啦？我咧教囝跟你什么关系啦？你教囝嘛有一个理由啊，这个代志根本就袂当怪青豪嘛。啊，我无怪要怪什么人？男子伊甲梅香个车灯，梅香敢袂爱来是？你创啥啦？啊，梅香本来就顺你这个死啊，你看开伊啦。啊，梅香啦，爱敢不是声调啦？哎，是对着做人生囝袂爱啦，袂爱就害啊啦！你唔知影呢？做人生囝是拼命的呢，迄个生囝是加酒芳，生死是人屁帮哦。啊，较早时我哪会爱哦？爱袂爱啊？你个好势讲啊，是囝代志，迄2摆伊人你秘伫倒啊？你根本都无尽到做老爸责任啊！迄2摆我拢去请天心煞来甲你接生啦。我伫做大官的吼，你行到骹手肉人煞啦，冤路起火下水。我的烦恼唔知好事啊歹事啦，我咧有迄种人啊无迄处啦。阿辉啊，水是好未啦？有啦有啦，你行啦，有一日你顾啦。行哦，家团，跟我来灌水。好。家暴啊，真家暴啦！阿哥，我跟你讲，万宁的某即马来治疗，你茫像较早安尼话啥咧乱主讲咧？哈，万宁去互因某误会啊，影响伊对翁仔某的感情，安尼就无啦。伊若莫要管我的闲仔事，我敢会讲伊入？厝边头要互相照顾，什么闲仔事啦？咱别项的莫讲啦，讲恁两个囡仔对啦，生活较清秀，伊即摆功课，迄是讲伊咧。
婆婆摸摸呢。恁那是读汉文的咧，恁某是读1、2年日本村来咧，阮哪有在条人甲教？迄若毋是万良3不5时安甲起点者，因两个伫学校根本就做人袂着啦。遐伊两个囡仔对万良遐亲啊，就是万良能有付出爱心。啊，你做人的老爸应该感谢人对你车窗的叫才对。对啦，阿高，那恁阿下甲万良啊，无啥物暧昧啦，你莫乌白共徛啦，乌白想。啊，你想看心？无你插什么嘴啦？快紧，快紧！清河，那个女人是不是你爸爸的小老婆啊？那个女人生下来的小孩就是你的弟弟妹妹啦。她不是我妈妈生的，她才不是我弟弟妹妹。小华，虽然伊唔是恁阿母生的，也毋过伊嘛是恁阿爸的种，伊甲你是同一个老爸，生起来嘛是你的弟弟妹妹啊。哼，我阿爸嘛无承认我是伊的囝，一生的后生，搞什么地带？别人姐也知影，恁阿爸无要认你，所以你嘛无要认恁阿爸。也毋过恁阿公咧，敢讲你嘛无承认你是恁阿公的孙？当然有啊。安尼就对啊。所以无论安怎讲，梅香生迄个囡仔嘛是恁阿公的孙啊。你会讲你甲伊无共老爸无共老母，也毋过你甲伊总是同一个阿公，所以算起来，你嘛是你的弟弟妹妹。即便无论讲是查某孙还是查某孙，恁阿公一定嘛会做欢喜的。啊，你遐，最后啊，哦哟，赶紧赶紧，赶紧，他这里，来，进来啊！先进来，先进来啊！来，阿姐啊，门打开咧。来呀，妹！来诶，国父先恭喜哦！来诶哦！不是，你个妹哦，生查甫的啦。没有。哎，阿妹哦，平安无啦？喂。大人囡仔平安啦！阿你啊，平安。好啊，做波。真的啊？啊，你敢真正欢喜？嫁一个孙当然欢喜的。哎，孙啊，来啦，我会甲你讲啊。啥代志啊？啊，你是安怎？闹翻天呢？啊，你毋是无承认梅香是你的新妇，啥物伊生的囝，你承认是你的孙？啊，你阿下是要准啥？啊，你做敢对？你三八假现话啦，走人遐搞话，等。等就等啊，以后白生。迄个蛇生迄个卵啊，这歹种哦，生袂长啊。梅香啊，来，食一碗面线底饭。足芳的呢。好食，你才搞煮面线呢，多谢哦。大人囡仔拢有平安哦。拢平安啦。啊，起来，红眼扶过来，我看者。较细哩。做啥？
红爷生活足生活咧。你的囝当然是生理袂成功啦。亲像清福啊吼，生理性啊无法卡起来。啊，梅香哦，既然伫咱遮生产哦，咱就留伊当遮做下来啦。啊你哦，较委屈一个，你甲清福亲手啊带做伙，啊这间房间哦，让阮母仔囝做下来。一如，一如，一如，我好希望时间永远停留在这一刻，你就可以永远同在我怀里，不要离开我。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梦见跟我一块出国会那么开心。等我们出国，我们就把台湾所有烦心的事情都抛开，像现在一样。无忧无虑，只有自在的过日子。我骗了周世昌这么多钱，我真的能心安吗？啥？迄早走来才生囝哦？啊，佫是阿姐甲接生的哦。就是安尼，所以忽然间发生这个代志哦，阮阿汉无用支持，毋则无法度人到轮饼到这呢，歹势啦吼。哦，啊若遮衰啦，汉尼几时有机会食到轮饼，安尼也去翻掉。人讲我生田金孙，迄是喜事呢，啊嘛恭喜才对，讲个什么话？哦，讲我生，歹势啦。我是讲吼，那遐拄啊好啦，啊早毋生，晚毋生，咱要食轮饼到，啊才来出事啦。无歹意，对了对了，讲我生啦，恭喜恭喜哦！恭喜啊！恭喜！这囡仔个人今好时辰出世，将来一定大富大贵，对不对？对啦对啦对啦！哎，早后咧生囝，啊下次就要无影响。无影响，无应该找我做艺来啊，无影响。那是我们老板娘度量大呀。什么度量大？我惊性歹啦！啊，你无听人讲哦，性低压灶，性囝不好哦，性查某囝是袂落人个家教。啊，若要生细哦，我惊大某就骂哭。你，清楚清楚啊！哦，你甲恁母也斗无用哦，真好。对啦，阮阿母有足侪代志要做诶。安尼也对啊啦，啊恁阿母吼，即声有通啊母啊啦，啊恁两个吼，喺厝内底工课吼，就要加减斗做，安尼吼，恁阿母才袂忝死，知无？知。听到，恁明在这讲得有道理啊。即摆恁阿姨生一个弟弟，啊拄啊恁兄妹啊下到，啊就歇寒，对不对？啊就袂用乌白走咧，留踮厝里，甲恁母啊斗相共做工啊，哦。
安尼啊，各位啊，我听到阮金孙哦，做满月孙，我请恁吃油饭，好不？哎，你不是还没吃吗？我那还有没卖完的烧饼，凑合吃吧。马好哦。讲我姐，你若有现在初堂工课，爱人甲你斗相共，所以你甲我讲，唔免客气哦。好啦。辛苦，大家拢是好意啦。若是好话，你就罔听；歹话就莫睬伊，安尼知无？大哥，你加一个金孙足欢喜的吼。青如啊，阿公甲你讲，自古以来啊，就是人是咱，咱是人，这叫做谢传谢。一厝里若有人喜奶哦，还算起是喜事，你知？阿母，你在创啥？转药啊啦，你有煮来食就好啊，你啥早买转药仔会啉？我咧大肾化汤，生囝的查人啉这对身体较好啦。伊是甲你小手阿爸的歹查某呢，你啥早要对伊遮好？毋是我咧爱对伊好，你共徛跋倒，伊怎大咱遮生？我若不好好啊甲顾因某仔若有啥物代志，迄著咱的罪过啊。我旁药来互你，啊你甲烘落的火一模化哈。无要紧啊，原来就好啊。青豪，我大毋是还讲好好，甲亲就当咧斗拼厝内，咱即马向伫起性地。在气阮阿母啦，啥早要对迄个查某遮尔好？啊，带恁阿母毋是你讲，迄个查某人等恁厝的生囝，若无好好照顾，万一出啥代志，迄是恁阿母的罪过呢。恁阿母哦，是你后妈做无自卑的精神呢。那是安尼啦，恁阿母安尼做嘛是为着要保护你啊。但即个袂向伫恁兜咧生囝，恁阿母遐尔尽心尽力咧照顾伊，伊嘛是为着要互伊家己徛会在，互恁阿爸无话讲啊。既然恁阿母都已经接受啊，你嘛着要承认，迄个囡仔是你的弟弟啊。我若是认迄个弟弟是我的小弟，毋就是认迄个查某就是我的阿姨，安尼我阿母会安怎？像讲，万恁姐也知影，你是一直想要保护恁阿母，惊讲恁阿母的地位会去互梅香抢去。也毋过你敢捌想过，假使恁若无承认迄个囡仔是你的弟弟，事后恁阿爸会举准讲是恁阿母叫你莫承认的，那安尼恁阿爸一定会足无欢喜的。到时伊规个心拢往梅香迄边去，安尼你知影无？好啊，听别人姐的话。你们若爱承认梅香迄个囡仔是你的弟弟，而且爱对因较好咧，替恁阿母甲恁阿爸心挽掉的。但是安尼，恁一家口啊，才有法度像较早安尼过着快快乐乐的生活，安尼知影无？我的东西呢？我的宝呢？我的东西呢？哎，我的东西呢？我的宝啊！我的宝呢？哎呀！我的东西呢？哎呀，糟糕糟糕，我的宝也不见了呀！老孔啊，什么宝不见了？你不知道，我先前帮我捡回来的那些宝啊，都不见了。哎，你看到了没有啊？哎，老孔啊，你是有没有搞错啊？谁会偷摕恁家的粪扫啊？对啊，凡事吼，你家己袂掉袂记哩啊？不可能的，我都还没整理好，怎么可以把它卖掉？你说是不是啊？我的来福不见了！哎，我的来福！哎，你看到我来福了没有？你的狗敢会向掠去煮狗吧？有可能哦。今嘛补冬，拄好补喙空。啊，怎么可以呢？那是我的命根子呀！哎呀呀呀呀！老公啊，你先留下了。张卫先呐，你看，你有没有看到我门口那些东西全不见了？你有没有看谁拿了呀？哎呦，那先去溜溜了。对，什么人给你帮我去了？连我那个狗都不见了，你看这。哦，那你奇怪嘞。哎，
你天天在家里，你也没有注意到。啊，是，今天我都有代志。你也真是的。是安怎啦？啊？安怎啦？哎，贤惠啊，你有没有看我那个门口的东西，通通不见了，谁拿走了？就是啦。对呀，我们家那个来福都不见了。你有没有花钱请我帮你看垃圾啊？你问我问谁啦？那好好笑呢。啊，迄中昼吼，我有看到万良的某吼，在给你的狗洗澡哦。什么？万能他老婆帮我的狗洗澡，他想做什么呀？啊？来，哎，老婆，哎，来福啊，哎，你可回来了，让我想死你了。哎，谢谢你啊，帮我的狗洗澡啊。你还叫的嘿？哎呦，老唔讲啊哈，我休记啊，就好对去，我出去拾东西，我去让撞枪枪，唔过按垃圾也好用的喏，佮叫的要不偏呢？你嘀嘀咕咕，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啊。家川来哈，来，阿妹做乜嘅？你用教伊老去讲，唔免去，去迄个大家位，根本去个垃圾迄边去撞的。哦，我妈妈问你说，那是不是你住的地方？哎，对，我就住在那边呢。哎呀，你很不卫生呢，门口丢那么多垃圾，害我妈扫得腰酸背痛。哎，那不是垃圾，那是宝啊！啊！哎，那你别啊了，那些破铜烂铁可以卖钱的，你把它丢哪里了？也很用的喏，啊！佮讲，恁亲迄个垃圾啊，全部叫拿去卖的啊！我拿去卖的啊！我叫用个散咯。哎，弟弟啊，哎，你丢哪里？带我去找，我把它捡回来。好了，我带你去了。哎，好，你在这等我，我去推车去。哦，好。哎呦，来，也很用的喏。哎，接过去，不要留着有人撞了啊！哎，1、2、3，哎呦！你又在说什么呀？你我妈妈说，她才刚打扫干净，你又把它弄脏了，她很生气。好，哎，姑奶奶，算我怕了你了，好不好？哎，等一下我把东西搬回来哈，整个的我把它整理得干干净净的，好不好？哦，佮讲啊，等下可能叫我撞枪你来啦。安尼做的？我妈妈说这还差不多。我这就整理好吧？哎，帮忙，我这些哦，他的地方啊啦。有时讲哦，来着是哦，阿公哦，我这下你几害啊啦？哎，乱扔东西有人管你啊！阿妹，拿同去了。哦，走，我带你去。来，上。还记得在那边吗？还记得啦。迄东西垃圾唔好变呀嘛。对啦。我记得洗漱哦哈。好啦。哎，你坐好啊。哦，生意哦。来，哎。哎呀，好。阿妹，阿去了。好，我生意啊。结婚诶。啥？无啦，做伊，来，做伊写功课。万那个某真正好霸收用啦，他家己嘴拼拼的，逼到人门口埕去。阿伟啊，啊，安怎？日头赤影影，家己顾性命了。哦，大家像你这款的想法哦，家己顾家己哦，啊这社会免人有公德心啦。啊。好啦，插念，知啦。先生。喂。你创？哦。来，恁金春好名哦。Hello。清安、清平、清文、清心。唔好。怎无？我当然嘛唔好。人讲一某一翁婿啦，坐某下三代啦。当即嘛好啊啦，梅乡囡仔也生啦，甲恁阿狗的关系啊，无法度断啊啦。哈，大某说伊带做伙，敢袂吵家打家？你要哪清心？你莫做心疑心，就阿弥陀佛啦啦。你是过来甲阮倒上西龙啥哈？无啊，我哪有？狗的查某，搁狗的我喙用布袋针甲你提起来。我也无讲啥。无讲啥。无啊。好啊，啊若家人交话哦，家己顶下点过啦，莫有机会互人甲你批评啦。多仔，我倒来梅乡啊遐摕一寡替换的衫裤啦。哟，嘿，崔表哥呀，
早起叫我的表弟甲你赎身，下晡随来找表哥睡午觉，嘛真无用的吼啊！是要关我的闲事，不然我就把你对我做的事跟你爸说。我这是为着你好呢。迄个周世昌吼，唔是叛仔啦，伫你的身躯开遮侪钱，哪有可能忍受你双脚打双船啦？甲你较准在咧，无时到代志若出破，看你变来受伤，你唔着互人甲你分尸拆腿，一人冒一腿，哎呦！一如，你回来啦？你到哪去了？去那么久，晚上不是还上班吗？那还有精神吗？啊？我今天晚上请假了。请假？你们那边随便请假可以吗？当然可以啊。怎么了？啊，没什么。阿妈，那个阿高不是跟小老婆住在外面吗？为什么刚在杂货店看到他？我听说他那个小老婆在这边生孩子，大概是怕在外面没人照顾，打算在这边坐月子吧。那不就暂时要住在这里？应该是这样吧。不想见到他是不是？我也不想。所以以后我们进进出出，尽量避开杂货店那里，免得大家见面尴尬。我知道，我这样一走了之，周世昌找不到我，一定会去找阿高问我的下落。到时候，如果他找上门来了，我该怎么办？文勇，啊？姐啊，开会了。乖哦，紧困哦吼，你是妈妈的心肝宝贝哦。什么啊？好滴嘞，好滴嘞，阿母会啊，免困。阿母，你还没跟咱困？你是青梅啊？有看到阿母的房间有人接？阿母无甲咱困，是要困倒位啦？阿母，我把迄个查某带遮啦，你叫阿公来赶走。袂用的啦，伊拄生弟弟尔，哪会当甲伊赶走咧？我才把迄个阿姨做我弟弟的，我不爱啦。亲叔啊，你袂用安尼啦。毋管你是毋是有介意迄个红个啊，伊拢是咱的小弟啊。所以哦，咱一定要接受伊，知影无？还是做兄哥的人较会晓想，好好啊，靠靠妹妹，知无？阿母，照阮对迄个查某，我是讲阿姨啦，照阮对伊较好咧，伊是毋是就袂阁甲你相像我爸？像我，莫讲伊和恁阿爸啥物关系啦，就算伊是生份人，伊伫咱遮生囝，咱本来就爱照顾人啊。搁再讲，咱若对人好，照顾人，无毋望人报答咱，安尼毋才是做人的道理。啊，毋过好啊啦，莫阁毋过啊啦，明仔载爱读书啦，困啊！来，甲我们把用出来。
毋是啦，我的意思是讲，这个时间你毋是拢伫咧店诶无闲，安那会走转来？店叫啥物顾啦？全工在陪你啦。较袂互你讲哦，替我生一个后生，拢无咧关心你。算你有良心啦。来，抱背仔行，来，我抱一个。莫啦，我等要暗困咧。无要紧啦。来，人一个。咕噜，哎呀！梅香啊，嘿，哪哭哪生我呢？迄囝吼，袂用咧偷生的哦。来，我抱一个，无要紧啦，抱一个来。对，阿廖，通姐。无，少年党来啊。阿高，少年党。今日哪会来啊？啊啦，袂当来。无啦，你毋是才个月来熟悉尔？阿高咧？有阮大哦，伊有打电话转来啦，讲阮说话声啊，伊也毋可能无用来店的。少年党，你找阮大有啥物代志哦？甲我讲嘛共款啦，看我当来到三工无？好，我要订几岁番，你甲我安排者。无问题。来，少年党，请。少年党诶，我听店内底的人讲，你订我的番，我实在毋敢相信。是安那毋敢相信？我来甲你捧场，你无欢喜啊？毋是啦，我毋是这个意思啦，我只是讲，你既然开遐尼侪钱替玉兰赎身，叫伊脱离苦海，那安尼，伊即摆应该好好陪你，来报答你的温情，安尼才对啊。敢一定是安尼？当然啊，你既然遮尔有心替伊赎身，你就应该好好对待伊。啊，若无，你替伊赎身，敢有啥物意义？看你遮尔关心伊，恁两个私底下感情应该袂歹吼。我会记得，我捌甲你讲过，阮来遮上班进前是伫咧共一间囡仔咪工厂同事过。想袂到，我离开工厂来遮上班，伊竟然嘛甲我同款，踏入这条黑暗路，实在是分命无怨天啊！啊，既然恁两个遮尔熟，安尼你对伊了解有偌济？你敢知影伊姓啥？本名叫啥？伊姓江，伊叫江义如。因兜在佗位？这我毋知影呢。少年党诶，你哪会问我这？你应该去问伊才对啊。是安尼啦，我一直想要了解伊厝内底的状况，啊，不过义如一直毋肯讲，所以我才想讲来问你看卖啦。哦，我敢若知影伊厝内底有4大人，啊，搁有一个即摆咧读大学的表兄。表兄？啥物表兄？我捌听伊讲过，因表兄是自细汉甲伊斗阵大汉的，其他我毋知影咧。安尼你敢捌看过伊表兄？我毋捌看过，我拢是听伊提起的。看起来贵妃是真正毋知影。少年党诶，你是咧想啥？无啦，来，陪我啉一杯。哦。少年党诶，你食一寡物件啦，莫干那够啉酒，安尼是会烧酒醉哦。酒醉就酒醉啊！少年党诶，有要听2首歌无？好，你来。要听啥物歌？你甲我奏一首啊，放你早归。每日思念你一人，袂伫窗
等我们出国，我们就把台湾所有烦心的事情都抛开，像现在一样，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过日子。迄个周世昌不是怕哪，伫你的身躯开遮侪钱，哪有可能临时你？